哎，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这咋整啊？啊？去那边还是在这儿？我在这等你吧，不行。什么？去这边还是去那边？去那边等你，还是在这边？到底是咋的呀？不是你这鞋，哎，不是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，我上哪儿找他人去？你要把我鞋拿哪儿去？哎，不是啊，我可没有拿你鞋啊，我这给你送来了，我。来找我吗？不，我以为你那个手势是让我在旁边等着你过来找我呢。还是你跟我说话真是？啊，不是你谁呀？咋知道我叫无敌呢？提扯啊！都毕业了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我这太巧了吧，这也。哎，提扯，你干啥去啊？